这次下全新乐道 L60呢，有些新的功能跟玩法。关于它的世界大模型 NWAM 是什么呢？试一下，出口字形，引航开始。NWM 实时推理中。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功能啊，就是在停车场里面，它可以自己帮我找出口，我自己不会出去，它能帮我开出去。我其实挺怀疑到底行不行呢？行不行？你们看，即係佢睇下有冇啲出口嘅字啊，咁就帶咗出去。哇 ，NW，會得喎。哇，喂，领航已退出。喂，得喎，这样的功能你们又怎么看？